尔语的烤肉的意思。如果您来新疆旅游啊，就可以说来卡哇来10个。那你知道？我看你肉吃起来就有一股这个特别香甜的味道在里面。多一点没事。啊，他抖一下他就下去了。3千到3500到4000个。一个人。这个也是，把它长条都翻过来以后，翻过来。有多少？我估计这个一看从这个到那个我们得自己吃一串。我看你这块还带骨头呢，给网友们看看。哎，不用吧。来，大家看他吃的这块特别原生。